在我們的生活中，我們常常面對各種挑戰，比如經濟困難、人際關係衝突以及健康問題。有時候，在這些問題面前，我們感到無能為力，似乎怎麼也做不了。然而，我們的生命並不是為了放棄，而是要在困難中繼續戰鬥和前行。在撒母耳記下5章6至10節中，我們看到大衛的生命中也有這樣的時刻。神呼召大衛做王，但耶路撒冷這座巨大的障礙擋在了他面前。住在那裡的人，耶布斯人嘲笑大衛，他們甚至說瞎子和瘸子都能抵擋你，把大衛看作完全無力的人。但大衛沒有依靠自己的力量，他相信神的幫助，靠着神的大能，他攻取了耶路撒冷。這座城成為了大衛城，也成為了神同在敬拜的中心。大衛的勝利不僅是軍事上的勝利，更是神偉大救贖計劃中的一個重要時刻。更奇妙的是，大衛的勝利預示了耶穌基督最終的勝利。耶穌為我們戰勝了罪、死亡和撒旦。希伯來書12章22節告訴我們，在基督裡，我們來到了天上的錫安山。耶穌的十字架和復活是最終的勝利。如今，像大衛面對耶路撒冷一樣，我們也面對各種挑戰，職場壓力、家庭衝突、對未來的焦慮。面對這些挑戰，我們往往會發現自己的力量有限。我們努力去戰勝恐懼、疾病、失敗、成癮和各種問題。但如果只依靠自己，我們很容易疲憊和灰心。然而哥林多前書15章57節告訴我們，感謝神，使我們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。相信耶穌的人已經在他裡面得勝了。也許有時候我們會顯得軟弱，被嘲笑，被誤解，但請記住，是神為你爭戰。親愛的弟兄姊妹們，不要害怕，要勇敢前行。遇到經濟困難了嗎？把它交託給神，勇敢邁出一步。人際關係有衝突嗎？憑着耶穌的愛，伸出饒恕與和解的手。身體軟弱了嗎？尋求神的安慰與醫治，並以信心生活。當我們依靠基督的勝利時，就能戰勝任何挑戰。神仍然與我們同在，並為我們爭戰。緊緊抓住耶穌的勝利，衝破所有的恐懼與障礙，勇往直前。你絕不是孤單的。願你靠着神的幫助，過得勝的生活。